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呢，對政府改革醫委會嘅立法修訂建議呢，我表示十分支持嘅嚇。咁有兩方面嘅問題。咁一方面呢，就係關於嗰個醫委會成員嗰度呢，咁我亦都係贊成呢，就係話擴大嗰個業外人士嗰方面嗰個數目嘅。咁我相信對於嗰個醫委會個認受性啊同埋公信力呢，係有一定嘅幫助。咁都希望了解一下呢，就而家係業外人士嘅比例係25%啦。咁如果喺當局裏邊而家心目中有冇一個方向，就係話將來會將呢個比例擴大到幾多呢？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關乎到本身因為我保險業界啦，咁其實保險業界裏邊呢，喺呢個整個醫療嗰個體系裏邊呢，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持份者，同埋特別我哋好多嘅醫療嘅賠償啊嗰方面。咁頭先局長都有提到啦，希望揾翻一啲係有醫療專業背景嘅人，雖然係業外，但係有醫療專業背景嘅人喺個醫委會裏邊。咁其實呢，就喺嗰個保險業界裏邊呢，而家處理呢啲醫療賠償嘅呢，其實都係好多有醫療專業背景嘅專業人員嚟嘅。咁我都希望呢，就係話將來考慮喺嗰個擴大嗰個醫委會嗰個非業內人士或者叫業外人士啦嗰個方面呢，係咪都可以有一個保險業界嘅代表喺裏邊呢？咁樣嚇，呢個第一。咁關於第二方面呢，就係關於嗰個徵信委員會嗰度，我哋見到呢，就係話而家徵信委員會呢，喺過去5年呢，收到有8700幾個個案嘅。咁但係呢，有7000個呢都係被徵信委員會呢以一個瑣碎無聊啊或者申訴人未能夠提供一啲進一步資料就駁回咗。真正成立嘅話去調查嘅呢，都只係得221宗，即係3%度啦嚇。咁喺呢一方面呢，我都想了解一下，即係剛才有提到話會將來嘅改革會加入咗一個業外委員嘅數目啦，或者係增加呢個委員會嘅數目啊，咁希望可以加快處理。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咁大量嘅初步嘅徵信委員會去駁回咗個案裏邊呢，如果我哋喺呢個徵信委員會係咪可以係喺有一個獨立嘅叫做申訴處，呢個申訴處係獨立於呢個醫委會外面嘅時候，佢去處理呢一啲嘅初步徵信嘅個案嘅時候，會唔會佢哋得出嚟嗰個嘅處理嘅方法呢，會比較公眾覺得易接受啲呢嚇，因為佢唔係喺翻醫委會裏邊嘛。如果唔係呢，你咁大量嘅案都係駁回翻，咁你又係呢個徵信委員會又屬於醫委會嘅一部分，咁呢個會唔會可以幫到手，就增加到一啲嘅醫委會嘅將來處理呢啲投訴嗰個個案嘅公信力呢？咁嚇，唔該。好，局長。好，多謝陳沛良議員個提問啦。就住嗰個非業內人士個比例啦，我頭先都強調過啦，醫委會工作唔係淨係個申訴同埋紀律聆訊嘅。其實申訴紀律聆訊呢係有獨立審裁員嘅，嗰度有84個其中包括咗36個業外人員。其實呢啲人員呢都係由機構獨立咁樣去到委派入嚟嘅。佢哋係同醫委會本身係冇任何直接嘅關係咁所以而喺個初步徵信委員會以至個研訊小組嗰個紀律聆訊入邊呢，就係呢個獨立嘅審裁員啦，特別係業外嘅審裁員呢，係發揮住個作用嘅。所以醫委會本身嘅比例呢，唔係一定會影響到㗎。咁業外委員呢，去處理醫委會工作啊，記住呢個唔係淨係講緊個申訴同埋聆訊紀律聆訊嗰度，而係其他嘅工作度呢，確實如果太高嘅比例會影響到我哋個目標係會提升，因為呢個亦都明白公眾對醫委會運作個透明度，甚至業外嘅監察，咁我哋會增加嘅。不過我想講嘅就係都有一啲業外委員自己都講過㗎啦，就係其實業外委員嗰個參與係比較低嘅，因為佢哋對個專業好多嘢咧未必能夠俾到個意見喺個醫委會大即係整體嘅討論入邊，因為討論嘅題目好多係關乎醫生自己本身嗰個頭先講嘅嗰啲評審啦、課程評審嗰啲咁樣，所以就唔係存在比例或者數量嘅問題，而係質量同埋呢個委員個履職嘅問題，即係佢要好主動去到參與啦、認識醫委會工作咁啦。至於你提議嘅保險業界係咪可以呢？呢個
喺個業外委員，如果講醫委會嚇，唔係個獨立審裁員，醫委會個委員入邊咧，確實係有業外委員係可以委任入去嘅。咁呢個咧就我唔排除可以有保險業界可以入到去。至於你提嘅話，5年有8700個，而有好多咧就係瑣屑無聊或者冇依據嘅，就取消咗。咁我諗咧，大家要了解下到底係咩原因先。確實而家投訴醫生咧，或者投訴醫委會咧，係本身冇代價嘅。咁呢啲瑣屑無聊嘅咧，我大家要了解下。嗱，當然有我會強調有一啲係確實佢覺得佢真係有個投訴，亦都有出現。但係確實有好多點解會已經係咁初步嘅階段就已經係唔再處理咧？投訴人係匿名嘅，甚至投訴嘅名係唔同嘅，或者投訴咗之後佢自己都唔肯去到提供進一步資料，咁變咗個初步偵訊委員會係確定咗冇可能再跟進。咁呢度個數目係相當多嘅，而呢個初步偵訊委員會個主席或者副主席啦，喺佢確定去到話呢個係瑣屑無聊嘅時候呢，我哋而家就係會要求要有一個獨立嘅業外委員係參與呢個過程，確保有個業外嘅委員呢都同意呢個咁嘅申訴呢係冇辦法再進行，係唔適合再進行啦。多謝主席。好，多謝局長。